以巴战争搁再发生，外交部也甲这以色列的旅游警示灯号变做是干嘛设计？不过，伫遐的台湾人有去到驻以色列办事处讨救兵，所以拢无人要甲因处理。外交部有出面驳回，强调办事处当前有伫咧协助避难，要处理因的代志，唔通乱抹黑。也讲这款风声放映拢是人知作战。甲亲人揽做伙，徛在台湾国土这一刻，这场团去以色列旅游的台湾团体，真正是放心。看那些游客啦，还有好像难民都好像是什么很惊慌，都在跑啊。有信教的都有祈祷了，没办法，还好回去要拜拜。想起惊险过程，原本旅行团要去教堂，空袭警报响起了后，马上就爆炸声。所有人迷登饭店的防空湖，虽然比原本的计划慢2天回国，说是感谢国界斗3天。有人怨叹受困在以色列向外管求助，说被回讲爱家己上网络订机票。外交部严正否认，讲这是人质作战。外交部对外界多次以不实的说法或报道污蔑驻外人员，深表遗憾，并予以谴责。同仁在空袭警报声中，以及自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，一边避难，一边与需要协助的国人积极联系。外交部表示，无法度接受当前的努力被抹灭，同时将以色列旅游警示灯号调升到加马色。巴勒斯坦加沙走廊甲约旦河西岸地区维持红色旅游警示。在于受邀来台参加高雄电影节的以色列导演，归离以色列美国战士，不过不幸是团队当中的尹浩斯，还有另外一个导演的朋友因为战争罹难。We never ever thought we would be slaughtered. And we would be captivated, beheaded sometimes. That's something that recently was talked about. 伊讲，切这场恐怖攻击，就算定定咧战争的以色列人来讲，拢感觉是真粗残，真侪老弱妇女被掠。希望政府透过谈判对话，互亲戚转去。家己电影为少场景伫故乡翕的，行程结束就会回国，因为归期的时阵，则是显示以色列人民互助、互相支援的时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